米色嘅。咁但係如果你話要顯瘦一定黑色啦，型嘅我覺得你係揀啡色。嗱呢個係灰啡色、啡灰色，好輕、好薄、好舒服。好薄，真的好薄。係啦，仲要 size 好夠喎，呢個有成46寸腰喎，係咪啊？關鍵字，你睇下。嗱 ，Winnie 都有送啊，46寸腰啊呢件，係啦呢條褲仔今日26去到46寸腰 ，hip 圍58，長度88cm， 原價329，今日直播落單200幾多蚊啊？好癲啊！睇多次先，真係好薄，真的好靚。今日直播落單249蚊咋？ 249蚊，249仲要買到3件再減10蚊，239仲要買到499包郵，其實499你買2至3件就包郵啦。係，好癲啊！嗱，自己呢個今日同事咧又要眼明又要手快，仲要聽住，今日真係不得了，同事。專心啲啊！係啊，今日真係好癲啊，同事。叻，O 米加一 ，O ，O 黑加一，同埋邊啲最緊要 O 啡加一，好係啦，你睇下幾靚。特別佢呢個位置。佢呢啲位置真係我諗係佢先做到呢啲咯。冇錯，係啦呢啲窄位咧，托住隻腳先，唔好意思。托你大腳係咪？哇！抽筋。咁你睇下我啲。喂， You OK？ 1、2、3，喂，係啊，好靚！佢嗰個反應真係好好睇咯。白達你搞咁多嘢，等我嚟。O 啊 ，O 米加一 ，O 黑加一 ，O 啡加一 O 啊，係啦 O。 ，O 顏色哇！加一。多謝。歐米啊，米唔係白啊嚇，係米啊。買一是唔同，米係。白色唔同，買一是唔同。係。1 T 恤，哇！喂，呢件 T 恤好靚喎。冇錯。嚟啦，邊啲仲有呢個 T 恤？好靚，又係好輕，好輕哦薄。好薄身。係，冇笑啦，冇笑啦。落單要打加一啊！Candy Wong 係啦，落單要打加一。佢成日都笑我啊，好煩啊佢。嚟啦，嗱呢個咧係有帽喎呢件，好薄，係啦，小企不一樣領，不一樣。唔一樣。嗯，唔同嘅材質啊，同時幫我加翻小企領有帽棉托啊，唔該。係啦，小企領有帽棉托。嗱咁呢個咧，你會見得到咧，佢係真係咧好似高少少咁樣嘅效果啦。但係咧，我嚟講唔酷啦，唔焗啦，唔熱嘅，係啦，只不過係有少少嘅造型感，OK，造型感。咁然之後咧，真係假如，喂，你都知香港而家黑雨，即係今日啊有黑雨、有紅雨、有黃雨啦。黑色、灰色，見到少少，即刻幫你擋一擋。其實呢個做款嘅啫。係。係啦，做款嘅啫。長度27寸，闊係46寸嚇。係啦 ，Cammy 頭先講咗嘅嗱，如果因為今日我真係想跑量俾大家嘅，即係我想跑量俾爆炸頭，亦都想優惠俾大家，所以今日咧買3件咪限時裏面有每件減錢嘅。咁頭先有一啲我覺得好少，所以你哋要俾一錢先噶嘛。如果你真係俾一件錢，佢嗰件冇減噶嘛，咁跟住可能你陣間再買多2件都係冇減嘅。咁 total 嗰啲錢咧，我哋咧同事仔咧會1至2日回翻落去你個會員錢包，你往後買任何嘢都可以扣減，你放心，講得到減俾大家一定減好冇？今日好多 Cammy 喎，係咪叫 Cammy 啊？KAMMI 係咪？係 Cammy。係啊。好，嗱呢一個關鍵詞，關鍵字。長度27，闊係46先呢件，長度27，闊係46，小企領有冇棉托，薄嘢嚟嘅，薄嘢關嚟嘅。鍵字 P， 關鍵字 P， 今日價黑白錢灰279， 279蚊。 279蚊。 No，嗱，再嚟 Summer Sale 嗱，真係㗎，即場減錢㗎，所以往後睇新款，新款，新款，特價給你，特價給你 A 粉。嗱特價俾 A 粉新款，關鍵字係 P 黑白灰 P 黑白灰係啦。嗱正常279今日唔使啦，今日各位觀眾只需要229蚊。哇，229蚊，好平，足足平咗50蚊。不一樣，完單不一樣。上下嘅布料唔一樣，係啦，今日229蚊平咗50蚊。係冇錯，279蚊嘅。係。 OK，拍。嚟落單關鍵字係 P 啊，你有冇呢個反應啊？落單要打加一，有彎位嘅。落單打加一嚟，3、2、1，OK。 OK， P 顏色加一，
P 邊度啊？關鍵字 P 3個顏色。真係佢今日係真係傻咗，佢都講到明佢係佢諗住賣晒呢個房子㗎。第一提早 summer sale，第二今日618，第三清楚。佢 cannot 係嘛 Can I fat. No it's can I very fat. Trust me OK。嗱俾 C 要唔要俾一錢先嗱？C 應該還好吧？C 應該還好啊，可以完咗播先俾，好冇？係啦，總之陣間同你講幾多件嗰啲就一定要即刻俾。好。呢條係 P 啊，呢件衫係 P 啊 P 黑 P 灰同埋 P 白 P 黑 P灰 P 白價錢今日。正常279，我哋只需要229蚊，足足平咗50蚊，仲要未計買3件每件減10，仲要499包郵。記住啊嚇，額外呢啲優惠咧，我哋可能做2日左右㗎咋嚇，跟住之後你睇重播咧可以接單，但係就唔會有咯。好。change please。Pants change 哦。好。清呢個啊！哦加油啦！呢個都。It's okay It's OK。It's okay OK。見唔見到？全套買啊可以。嗱，我哋件衫係 P 啊嚇 P 黑 P，喂要打顏色啊！我得嘅。